繼續來看世界盃腳球賽前4強的比賽，阿根廷逆轉打敗英格蘭，進入到冠軍戰。台北市有一個烘肉餐廳的頭家真歡喜，竟然佇個辦封閉人潮真濟廣場放迄個煙霧棒，因為煙霧棒是化學的反應，產生大量煙霧的同時，佫會伴隨着高溫，有一定的危險性，所以這個頭家採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法辦。比賽結束，阿根廷確定進入冠軍賽，所有球迷攏真歡喜。有人歡喜甲放阿根廷國旗配色的拿貝煙霧，現就是冒煙散霧，也毋過安尼做已經犯法啦。本來歡喜的場面煞變一場空，這查某人身穿阿根廷的球衫，乖乖對關鏡，登去派出所，一個追查才發現講，這個人是餐廳的頭家。這間餐廳在那邊經營多久？聽說10幾年了，華裔啊，但是他是就是好像是移民阿根廷的，所以他們算是阿根廷人。老闆平時就人很好啊，就是工作也很努力啊。事發就在台北圓山的一間炭烤餐廳，當時阿根廷確定晉級，老闆疑似因為一時激動釋放了煙霧棒，不過因為這裡是有屋頂的半封閉空間，也因此引起民眾恐慌。點煙霧的是效果十足，不過煙霧是以化學反應產生大量的濃煙。瞬間的高溫，唔有可能去傷到皮膚，也是呼吸道有色的煙霧去炸到視線，可能佫會污染空氣。那你室內點恐驚會引起火災，真危險。為因該場地聚集大量民眾共同觀賞、轉播之球賽，使用該煙霧棒恐有造成他人身體危害之虞，本案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，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台北簡易庭裁處。55歲生譚的頭家是阿根廷人，平常時會佇社群分享比賽，這擺歡喜過頭放這個煙霧煞犯法，加在無人受傷。